嗱，之前一直有問我想買珠海唐家灣高新區嘅朋友咧，依家嘅福利嚟啦！咁今日咧同大家實測一個唐家灣高性能住宅樓盤，咁步行咧500米咧可以到珠海北站嘅，咁深珠通道輕軌首站珠海北站咧，咁之前嘅單價去到咗25000一個平方啊，咁目前咧單價只需要13000蚊直接係腰斬到一半噶啦，咁目前呢個總價咧大概係80萬就可以攞低兩房單位，咁首期咧只需要5萬蚊，月供都係2000零蚊嘅啫，一齊過嚟睇下。呢度就係內部園林景觀啦，喺項目出發呢3分鐘即達寶龍城大型購物中心，5公里內呢醫院、學校、衣食住行配套一應俱全嘅。咁目前呢在售緊67至89 109平方嘅2至4房嘅戶型，咁戶戶都係朝南嘅，南北通透贈送面積呢達到95%嘅超高嘅使用率，咁精裝現樓交付嘅，咁即買即住。我哋想去睇下靚靚嘅示範單位啊！咁我哋上到嚟呢睇嘅戶型呢係89平方3房2廳2衛嘅一個戶型咁呢啲交標都已經係寫埋喺呢度噶啦。咁我哋即時睇下咁入到嚟左手邊呢就係佢個廚房嘅位置啦。咁廚房3件套呢啲全部都係品牌嘅，都係交付標準嚟嘅嚇。咁呢度呢仲同你留咗一個冰箱嘅位置。呢邊就鞋櫃啦。餐台。咁入到嚟可以睇到佢呢個客廳咧都係非常之寬敞嘅嚇。咁陽台咧有一半嘅贈送面積嚇。可以睇到咧對面就係珠海北站啦嚇。可以睇到佢周邊嘅配套咧都係已經完善晒嘅。珠海北站咧就係嗰個深珠通道喺西麗站過嚟到呢邊嘅第一個站啦，就係珠海北站。可以講未來嘅人流咧係非常之多嘅，喺呢邊翻去深圳都係非常方便嘅。再睇下佢個房間戶型格局89方可以做到3房2廳2衛咧，已經係非常之實用噶啦。咁呢邊咧可以做間客房，都可以做間長輩房嘅，空間都唔逼嘅嚇。睇下佢個洗手間，都係採用乾濕分離設計嘅嚇。咁呢邊咧就係兒童房嚇，可以做上下2層嚇。再睇埋佢靚靚嘅主人房套間啦，乾濕分離設計嘅洗手間，3面落床嘅可以擺張1.8米嘅大床咁飄窗咧係全贈送嘅。咁景觀喺呢邊呢個戶型咧都係睇珠海北站呢邊嘅，可以睇到咧佢離珠海北站咧大概就係幾百米嘅距離啫，行路過去嘅話大概都係幾分鐘就到噶啦。咁目前呢度呢總價就80零萬，首期都可以5萬蚊月供都係2000零蚊就可以上車就業主噶啦。咁有興趣嘅朋友呢，歡迎私信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